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你甲我，大家加减拢嘛捌到迄款经验。讲暗头啊，来去夜市啊，食一盘蚵仔煎，食一碗卤肉饭，结果就听到人咧话，讲来紧手落肚，慢手袂赴，要爱赶紧。那是咧跋筊的时候，即句俗语话，真正讲斗句，啊，真正过去跋筊人咧讲的，地肚嘛。紧手落肚，慢手袂赴嘛，赶紧是腹肚啊要掀开啊，内底几点？毋过流传伫咧民间，夜市啊要咧跋筊啦，大人警察会出来维持治安，啥物人敢？原来就是化场卖物件才时代。咧话讲，紧手落肚，慢手袂赴，讲斗句意思讲，今仔日这项物件300，互你包过，要爱赶紧喊声。原来吼，谈夜市啊。有迄个现场伫咧画卖，才会咬人。人因讲的台湾话拢斗句呢，300，你若安尼双手插，个有诶插落地啊，心内想讲，我著出来食卤肉饭，出来食蚵仔煎呢，当买转去这项毋知有效啊无效，淡仔丢肚。人伊就甲站落啊，即句无效，第2句搁再讲斗句，讲3日无看见新台票，我鬢边就削叫。咱知啦，咱知影讲吼。生意若做无，过去人讲有钱食免，无钱免食。永远我若趁有收到新台票，我来食免鱼，高贵个料理。但是无钱就免食，你敢知？所以3日无看见新台票，我吼鬢边的削叫会头壳疼啦，规气啦。现场300才有哦，我甲你保证哦，真正大优待哦。所有我早30件尔哦，30件卖完，你要爱嘛无啊？赶紧嘞！赶紧这边要爱一装，迄边要爱一个，反应嘛是安尼有限呢。原来大多数的人叫呢，到尾啊倒啊转落，共款佫讲一句斗句的，第3句来啊，讲好，我今日做无目睭转落，无甲落斗句的，目睭转落就是起牙讲，就是我会生气呢。你若掠到我目睭转落的时阵，我甲你剪甲你抛，唔通啦。民法刑法的管制，做犯法的代志唔好啦。做无目睭转落，后壁就报落去啊！讲人买到300的，唔通干交。今仔日150包过来，遮要爱，遐要爱，迄边要爱。你定定看到这个情景，你也真正会当体会国情啊所讲的。咱本来是去夜市啊，食一碗蚵仔煎，食一盘卤肉饭尔，到落尾竟然忍钱共买物件。你甲看，看伊外交讲，台湾话外艺术就好了。